剪就一路都有 keep 住拍嘅，不過呢，真係唔夠時間休息同剪，所以呢，我就濃縮一下成個裝修期，通常設計師會遇到咩問題。拆嘢講過啦，彈墨就係講緊用幾多 mm 去諗嘢，街住所有師傅做。今次呢，就中招啦，電燈冇跟墨做，成個地台要升高4cm。你覺得我會唔會俾呢件事發生呢？梗係拆咗佢再做過啦，都煤氣啦。對我嚟講，最緊要就係之後客人抄標容易，冇鑊氣，結構安全。咁設計師梗係唔係萬能啦，又唔係下下真係落手做，又點會知道最細微嘅嘢啫？所以我哋一定係要請教各方面嘅師傅，去建立我哋嘅知識庫。我哋呢個位最棘手係咩呢？工序呢就冇得少噶啦。啱呢個崗位嘅人呢，你估個個企喺度等你開飯，梗係要夾好晒啲時間啦。咁你話咯，一定要定晒一個時間完成得。首先你要 A 師傅完成咗呢個步驟， B 師傅可以進場，同時佢嘅工具、佢啲兄弟手足可以同一時間約到，仲要記得唔好搭假期喎，天氣冇影響嘅情況下可以工作到嘅順利，咁咪得咯。留意我更加多設計資訊帶俾你。